继续要来讲，这少年囡仔唔知影天地几斤重，未少人钓钓，互牵骨落难。屏东三地名乡有一个谢爸爸，伊的查囝今年22岁，读大学2年的，顶个月飞到柬埔寨，是拢有定期用奶甲厝内底报平安，讲伊人伫咧泰国的曼谷。农历的过年才会返来台湾，但是爸母认为查囝去互监控，无法度讲出着真实的状况。另外一个赖妈妈，后生21岁，互骗到柬埔寨了后，到搭完全拢联络袂到，家属是一点办法都无，怎样去拜托屏东县长的参选人苏清泉来帮忙？苏清泉是呼吁政府爱动用上大的力量，无小代价，把这群台湾人救回来。27个在柬埔寨，里面有14个是我们原乡、我们原住民的子弟。人口在爸母目头角角，看起来拢真烦恼，因为因的囡仔敢若拢飞到柬埔寨，拢无消息。所以我很担心你呢。看到查囝的相片和对话记录，就愈想愈烦恼。加上警察来找因讲这话，互妈妈半暝啊拢困袂落眠。派出所，他才跟我讲说，20号早上我女儿有去那边了，我也是很惊讶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情形。因的查囝22岁，今年7月飞到柬埔寨，最近逐工拢甲妈妈用赖伫咧联络，报平安讲人伫咧曼谷过年才会返来台湾。不过爸爸妈妈怀疑有人伫咧监视因查囝，才会无法度讲实在话。另外一位赖妈妈后生21岁，7月到柬埔寨了后，到即马人贵胖见，互家属拢唔知影变怎才好。要找屏东县长参选人苏清泉，希望政府会当斗相共，尤其是中央政府。你应该要动用最大的力量，跨部会的小组，积极的抢人。就惊屏东，阁有真侪关注民少年人，唔知影去柬埔寨做工过风险。当地老师透过广播加强放送宣导，那警察继续追查源头，政治人物卖斗相共，希望当救更侪关于伫柬埔寨台湾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